欢迎来到轮回世界，完成任务，积累善功，你们就可以从这里得到想要的一切。刚才只是杂兵罢了，刺杀影皇宝堡主才是主线。这个六道之主是个游戏运营商吧？今天你们都得死在这里！我等舍生取义，正在今日。主线任务完成，兑换开始。竟然都是各门各派的正派神器，会不会还有 AK、高达、异形战机？还有额外奖励？阿弥陀佛！小姑娘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开门！月狼兵来了！其余人随我杀进去，鸡犬不留！此乃金蝉寺之劫呐！屠尽众生，即为佛！将士们，安心归西吧！